山雞 VS 鳳凰，野性一對 ？No， 係甜到核爆嘅一對啊！吳建豪8萬世紀婚禮破色界積極做人，王子型英帥靚正，公主索到攞你命。尋日呢對離離合合嘅天生一對，終於係 LA 拉埋天窗啦！咪眨眼啊！世紀婚禮嚟噶，世界級嘅場地，世界級嘅膳食，世界級嘅賓客，成個婚禮豪使過百萬，請咗共100位親戚，包食宿嗰隻啊！不過對新晉吳太嚟講，10歲啦，話晒都係新加坡中攬遊千金喎。個婚禮仲有 live band 同3層結婚蛋糕助慶，浪漫又溫馨。連蕭亞軒都睇到眼濕濕啊！不過就話未有衝動同柯騰結婚喎。你唔結，人哋就行先一步噶啦。身為虔誠基督徒嘅 Vanessa 同老婆拍拖嗰陣，一直禁欲受債4年，而家禮成可以破色戒啦。Vanessa 會積極做人，相信大家好快可以見到 BB 噶啦。未完噶，另一位萬千少女嘅男神，聽日都要告別單身啦，同拍拖4年嘅女友喺台北拉埋天窗，嘉賓都好有卡士噶，真係喜事一浪接一浪。